Om
က
我相信这个音调，师父不唱，你们应该会唱的哈，没问题了哈。老弟师应该也要了哈。我都会到各处去参学。以前从我们老和尚啊，他唱的音调，我们到去欢拜老和尚的那个地方的参学的。这个回向记啊，包括像我那个嘛，我都筛了好5、6次，去找到比较色受比较好听的。他就会参学别人，还是大陆他们那边唱的调，所以我们唱的调就跟其他的现在的道场都不一样，因为这是参学，哪一个调它比较有色受力，还是只是唱一唱没有那个色受力。